条路也是阮安定区民最大所期待的，因为自这条变道跨过这个国道8吼，影响游览车要左转或行桥，所以这条做高架规划，就互着阮乡民出入甲南区的就我交通会当顺利安尼。无早起南区要上班，而且读车读到要先经这个交队啊，所以这交通的品质哦，有做这个高速公路的跨小轨哦，感觉交通安全的真较顺利安尼。确实，台湾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国道就在我们台南。这个红绿灯其实过去如果在车不多的时候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困扰，但是车行的速度会影响以外，还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让我们很担心。那现在我们看到南科蓬勃的发展，我们安定，还有这个安南，还有善化的这一线，其实现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就急着要赶快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几年其实交通部会很努力来建设我们的台南的交通，因为未来我们的科技业的发展，台南就是南台湾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所提到的4横3纵，最中央的这个中间枢纽点就是国道8号。国道8号，如果我们可以让它通畅的话，速度可以行车效率更高的话，对于我们整体4横3纵未来整体的交通运输的效率也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我们配合国道8号南133线的立体化工程，我们必须要配合133线的一个到港口相关道路的一个拓宽。道路我们会拓宽从10米拓宽到20米，然后它的长度是300公尺，然后总经费大概是7700万。最主要是因为高速公路立体化的时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要把这条道路做拓宽之后，车流才不会拥塞到相关的一个瓶颈，然后能够顺畅能够直接转往南134线的一个进入南科科学园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开辟的时候跟南133线的时候有一个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个混乱哈。那非常感谢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补助地方总共花了35亿的经费来把这个国道8的这个高架化能够通过那个交流道，能够让国道8的交通更顺畅，让南133线的交通也更顺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扰。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3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结合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的爱心，选择偏乡5个社会福利团体，在年底岁末时刻捐赠慰问金，感谢因长期协助弱势、照顾身心障碍甲单亲的家庭。议会希望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第一线的服务单位。嘛，借此带动更加侪社会力量，做回来投入公益。伫长区里甲市长黄伟哲2人见证之下，议员代表将这40多万的爱心善款捐赠予社福团体，希望抛砖引玉，伫年终岁末时，予社福团体实际祝福，感谢因长期对着弱势照顾甲协助。我们挑选的社福团体，请我们的议员先进不要担心，我们真的都是去了解他们真正有在做，然后他们的大环境上面对他们来讲，无定着像爱英忙伊伫咧白河内底伊毋是足侪囡仔规百的，但是遐个囡仔是真正是上介需要的。对于我们社会的贡献如果台南没有各位更加会社会福利工作更加举步维艰，因为政府的规定就是死的资源就是有限的，没有来自民间的力量真的是很难走。议会选择这5个社福团体，是经过议会实地走访了解，看到因真正有帮助身心障碍朋友以及侪弱势族群，以行动表达对着社福团体的感谢和支持。收到这笔爱心捐赠，也让这5个社福团体感觉到温暖和感谢。我真的非常谢谢市议会这次邀请我们来，然后呢给我们肯定，也谢谢我们雅比斯所有的志工，还有我们的家人。议会这次的捐赠，除了是要感谢因长期的辛劳付出，也是希望会当鼓励更多社福团体甲市民朋友积极投入公益事业，关心弱势族群，
为社会注入偌济温暖的力量。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公布2026台南好养圣诞跨年演唱会头一波的卡司。12月20号是摇滚圣诞演唱会，27号南营草地音乐会，到31号的跨年演唱会，每一场都有无同款的阵容。圣诞演唱会由啦啦队女神李多惠甲兰兰主持，瑶瑶、郭书瑶甲动力火车将在27号登场演唱。去找寻自由，你的爱能不能让我来追？慢慢靠近，一步一步，一个赞成一个手，速流被你淹到。伫个男团阿跨元少年这首一步一步热情的演唱，为今年2026台南好养耶诞跨年演唱会活动宣传来炒热气氛。市府嘛公布头一波的卡司，包括阿跨元少年要伫个20号来登场，另外台湾上行的天团嘛拢来啊。更到日本的女声乐团首次要踏上新娘南营草地音乐会的舞台，甲着日本新一代疗愈系人气的女声嘛将登台。台南の皆さん、12月20日。台南市政府映画市政センター西側広場で行われる台南ハオヤングクリスマスイベント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ホリューです。大家好。今回初めて台南のクリスマスカウントダウンイベントに参加できてとっても嬉しく光栄に思ってお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唔定卡司阵容庞大，就连主持人嘛邀请到啦啦队天花板顶级的李多惠，甲着兰兰来主持。李活动宣传记者会中，瑶瑶、郭书瑶嘛特别现身，将要伫个27号的草地音乐会带来新的音乐作品。陆陆续续会有一些新作品，然后像在明年1月4号的时候，会有一个何百瑞的《地狱恋曲》这部戏要上了。然后其实这一次有为了这个表演，有想了一下，就是我们的歌单这件事情，因为也会有新的音乐作品要带给大家。欢迎大家来到2026台南好样耶诞跨年演唱会的系列哦。除了3场大型的演唱会，我们今天公布了12月20、12月27，因为卡司实在太多了哈，所以说我们分2场来公布。那另外呢，还有3场亲子活动，都是非常非常精彩，欢迎大家一定要来。台南好样演唱会事实上已经打出知名度，而且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所以很多国内外的艺人还有很多好朋友都非常趋之若鹜。但是很可惜了，我们1年只有1次了，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各位好朋友啊，我们也希望1年多办几次，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很多好朋友一起来台南。对12月20日耶诞演唱会开始，有动力火车、告五人，27号有天团911、吴文芳等人，以及31跨年首波的名单，包括杨凡的查某囝安吉，甲着男团 FFO 等。市长邀请民众做伙来台南过耶诞的跨年。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安南区大港大道一段，一栋今年4月才交厝的全新大楼，因为社区两边的通行道路毋是宽度无够2公尺，就是下加连救护车拢驶袂入去，已经威胁到居民的生命安全。所以居民呢，因为求助无门，只好向议员单位顶申请。对此，工务局表示，已经启动评估，要来改善动线。今年4月才交厝的安南区这栋社区大楼有149户环境清幽，不过住户表示，因主要的通行道路实际宽度竟然无够2米，甲都市计划应该8米有一段落差。今年9月，因的社区保全身体无爽快，需要紧急送病院，结果救护车就因为道路上矮，无法度入来，延误着救援。对此，记者用采访车到场实地体验，目睭耳需要收起来真细腻，才发度出力。车若较大台，就真正无法度，嘛互住户相当烦恼，喊救命。困扰就是车子要过去，其实也过不去，然后救护车也过不来，然后就只有单一个出口，其实就是蛮不方便的。然后就是安全的疑虑吧，就是可能消防车、救护车就需要救护的车子都进不来的话，这边
应该也是就是蛮需要，就是大家来帮我们救救我们。祝福面对每一天出入的无奈甲安全风险，求助无门，只好向议员台顶တင်情。对此，议员伫议事厅嘛质疑市府伫公共安全管理的重大缺口，要求尽速提出具体改善方案。上面就有这个救护车的照片哈，连续2次都没有办法进去。就其实这个救护车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哈，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就发生这样的情形，让大家很担心，会衍生很严重的后果。社区流出来的一个试射的通路，那不是我计划道路里面编定的一个道路，所以说计划道路它不会是这么小的一个方，我们再做一个确定跟了解啦。我就想说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哈？因为已经2次因为救护车没办法进去，然后造成大家很担心说会不会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但是更担心的是，那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幸发生一些火灾、火警的时候，该怎么办？根据了解，该出示安南区都市计划道路后段范围，市府为了改善救护动线，保障民众安全，干务局已经优先启动评估有关道路征收的开辟，嘛将依照财务规划一步一步推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农历10月15下元节是三观大帝当中的水管大帝圣诞。台南大天水管大帝庙特别启动徒步顺乡的活动，路线环看屏东潮州甲高雄，在行政区，祈福国境安宁顺遂。信徒厝内采香案供应性价，台南大天水管大帝庙进行巡香活动，伫头旗风雷大元帅的带领之下，对屏东潮州一路行转来台南，全程90公里，有长辈随行祈安，嘛有少年人以行脚的方式参与。叫的囡仔一度也搁互磨歹去，好佳在有热心民众借家己岛的停下卡，互大家收证。整天下来，其实从早上的6点半到我们的高雄屏东地区，其实已经接近晚上11点多了。所以其实这个整个路程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久。那其实我们在一开始也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大家都是很难去想象说我们会完成这个任务啦。今年是第2度南巡，经过济行政区，沿线自驾停留，替信众祝福，也搁拄到3档一考。水管大帝当来到台南的时阵，特别先到天大进条，南蛇苹果小头家也搁特别敬献新衣，互新明隆重的面相。新明自驾的时阵，也搁热情接待。这个人的时机是伫咧高调建设。身为弟子，就是尽分心力去帮忙、去协助啊，或占卜还是占经这样子。水管就是咧制蚵，炸一寡物件下过，上好是炸乌色的，上好是有年景观会讨客的，你拜拜就甲放伫遐，互大家结缘。传说水管改革，旧历10月19是水管大帝诞生，这天嘛是下元节，运势无好的人会当到庙林拜拜，祈求平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台湾韩籍产业策略联盟主办的2025韩籍丰年季，12月6号将在台南新华果菜市场举行。今年拄好是联盟成立满5周年，所以特别规划万人抗疫嘉年华草地音乐市集，要来挑战世界纪录。2025韩籍丰年季，今年的活动亮点，将万人抗疫的嘉年华，将由家长甲老师陪同，超过5000名的学童来参与。对儿、生火到烘番薯，全程是做体验农村的智慧。除了挑战上侪人同齐以绿土窑来烘番薯的世界纪录，同时嘛希望提升台湾的食农教育。甲着在地文化、国际的能见度。
我希望借着这届1万人，将近要1万人的抗疫活动，有大家亲身来挖土、贴油、烧油、焖窑，有大家亲自来品尝，对土地到餐桌每一口甘薯的香味，这是咱最主要的目的，这是食农教育啊。活动宣传记者会包括市长黄伟哲、农粮署南区的分署长，以及台湾韩籍联名的成员拢到场出席，共同为12月6号韩籍丰年祭的活动来行销。希望讲大家拜六的时阵会当来，来这要创吃韩籍看表演，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云朵姐姐、香蕉哥哥会当大人小孩都开心登几来韩籍是这个健康的食品对着咱台湾嘛足大的帮助但是呢，起码你看现主是头前这琳琅满目的这韩籍甘薯的加工，或者是它衍生出来的其他的非常好的产品非常好的食品大家希望大家会当来你欧洲人、欧美人吃啥？吃 potato， 咱吃 sweet potato 所以会当愈侪人来介意咱这里面我感觉咱韩籍的营养成分绝对比马铃薯大比马铃薯多那希望大家一起来。东港的活动除了上万人的抗疫嘉年华，另外还有草地音乐会，甲着上百担全台农业策略联名的青龙，甲着食农文创的大位，展售特色的加工品，甲着新鲜的蔬果等特色商品。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随着天气愈来愈冷，民众出门关会意愿嘛降低，所以年底是会库上界欠货时间之一。国际赛主会300亿湾区柏林赛主会特别发起号召，12月6号将伫东区举办关会活动，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关会做公益。由国际赛主会300亿湾区柏林赛主会主办的参与关会改变局势公益关会活动，12月6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为扩大活动宣传，议员曾培亚以及林美燕特别为这群有爱心的师兄师姐，伫议会召开记者会，希望透过宣传，让更仔侪市民做伙来关会做爱心。曾培亚议员跟林美燕市议员，结合我们由300亿湾区国际狮子会、柏林狮子会主办，还有在座非常多友会的会长在场，一起协办这场12月6号在文化中心的捐血活动。那其实国际狮子会在捐血的部分一直长期在推动，就是让需要的人、急重症的病患能得到这一份很重要的血液，那是长期在做，然后也是长期在执行的。那我们希望把这份爱一直持续的传下去，让爱一直循环这边。所以12月6号我们在场准备了非常多的伴手礼，希望所有的热血人士、台南市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12月6号是我们捐血活动，基本上我们的话要依靠捐血才能支持我们庞大的我们的医疗体系。那请大家卷起我们的衣袖，一起来捐血。因为血是不能再制的，所以说唯有你们才有让我们的爱可以流传下去。柏林赛主会公益活动嘛得到侪友会支持，参像是城中赛主会会长黄辉斌、友联赛主会会长梁美丽、中正赛主会会长徐永泽、仁爱赛主会会长吴珍惠、春暉赛主会会长陈淑晶，以及侪赛友干部也拢到场收听。我们这次邀请我们2526狮子会的同学们一起参与，然后柏林狮子会是秉持着热心公益捐血活动是我们的宗旨，那请各位市民一起大家踊跃参加。主办单位柏林赛主会会长曾光达表示，年底是会库上欠货时间之一，因此每一个捐血会拢是挽救生命力量。捐血是赛主会当年斗理的重要任务，更是落实服务精神的上好的方式。希望市民大众做伙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创团至今96档的棉花园戏剧总团是为台南起家。2021年确定落脚伫原台南市亚东馆，不过拄着疫情，加上管辖年久失修，进驻的计划一延再延。对此，棉花园总团长陈胜福表示，驻点号名四朝，
预计2026年3月要来开幕，有信心成为世界文化指标。台南市东区亚东馆因为管理不善，向市府收回委外经营管理。2021确定由棉花园戏剧总团接手，虽然讲拄着疫情，加上管辖年久失修，也过进驻计划一拖搁拖，到底什么时阵会当进驻？花的费用是原来预计的3倍，对一个剧团来讲，压力特别大。现在的进度。内部已经都完成了，现在开始从下个礼拜开始又开始外观在整修，然后会在那个明年3月正式开幕。宣布明年3月份开幕，以传承甲推广为目标，甲台南的新据点号名叫做戏槽，打造专属歌戏表演的培育基地，期盼未来唔那是台南文化指标，更是世界文化指标。对台湾的歌仔戏，对南部的歌仔戏团，将来是一个聚集的地方。然后呢，甚至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愿望，让台南这个戏槽为出发点，变成国际的艺术节的那个台湾的花旗的地方。那也希望团队呢，在这个进入营运期之后呢，一切可以这个如期如职，那顺利的完成。那预祝这个棉花园明年呢能够落成，正式营运的时候呢一切顺利。那有任何需要市府协助的地方呢，我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协助。目前亚东馆已经变更做第2类艺术馆，作为棉花园总团的基地，伫迎接100周年的时阵，倒来到发源地，会当讲是意义重大。有加会甲歌戏8档历史、棉花园历史呈现伫咧戏槽内底。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由台湾青年交响乐团结合国立台湾美术馆甲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在2月14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共同推出画印交响音乐会。这是一场融合了古典音乐、影像动画甲美术典藏的音乐会，为今仔日开始开放免费客票。NTSO 台湾青年交响乐团现甲4点早演奏声中，要邀请民众在2月14号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欣赏这场号名画印的音乐会。难得是这是跨时代艺术对话，用交响乐团结合多媒体影像形式，有丰富音乐、有美术的画作，要传达你行入台湾100年的艺术风景。希望让更多的民众透过音乐跟影像认识台湾艺术的多样化以及它的深度。交响乐不是只有在音乐厅，美术也不应该只有在展览馆，他们都能够以更丰富的形式来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透过这样的音乐会，我们不但本来可以看到作品，还可以听到作品。那也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带民众回到那个时代，而是要邀请我们民众一起进入到那个共感共识的台湾美术的世界。我们希望以这个时代的这个分割，让各位了解我们在不同时代之间，这些艺术家他怎么去从中表现或抓住这个文化的议题。这场由台湾青年交响乐团甲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及国立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所共同主办的交响音乐会，宣传记者会中也邀请知名歌手谢宇威先来赞赏。遗憾留存非常有参与感，因为我自己也算是跨美术跟这个音乐。然后我刚才看到梁秀忠老师那个在耕田的那张画，我刚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梁秀忠老师就到那个医院去把我抱起来，这样，所以真的是非常的亲切。2、1，请启动画印交响音乐会跨时代的艺术对话，12月14号即将在台南文化中心影厅盛大展演。为了重建台湾艺术历史，主办单位再次邀请民众免费退票，用音乐甲美术做伙行入台湾100年的故事。
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